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前2周我在 KKBOX 听歌的时候，我不小心搜寻到，无意间听到了一张专辑，我越听越兴奋。这张专辑有多兴奋，你知道吗？它几乎全部都是80%是翻唱歌，然后有2首新歌。然后呢，你听到翻唱歌一定想说那有3分好听啊？不，这张翻唱歌好厉害，翻唱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台语歌，而且有很多是属于我小时候或者青少年时候听的歌，然后呢，全部都翻唱的有滋有味的。所以呢，我迫不及待的呢，就请经纪人美贤去邀请，然后呢，我才知道他经纪人我也很熟。所以呢，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为你介绍这一位呢，他叫李子森，他做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至于是怎么回事呢？等一下边访问你就知道了。那因为版权的关系，所以呢，我这一集的歌呢会透过 KKBOX 插播的方式。那其他平台的朋友呢，要麻烦你就是在你的搜寻平台、你的收听平台上面搜寻哦。不过我会把歌单直接放在内页的地方让大家知道。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帮我星星评分5颗星，然后呢，你也可以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当然，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废话不多说，因为我真的也很期待。我们来邀请李子森。OK， 现在在线上呢，我所邀请到的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中跟大家说的，我觉得很棒的一张专辑的这位演唱人李子森。子森好。Hello， 俊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子森，我其实是无意间在 KKBOX 听到了你的专辑。真的吗？对，然后我是先听到一首歌，哪一首？我一开始是听到灰哪里基。哦，对，然后我就想说，男生唱灰哪里基是真的呀 gay。对，因为我跟那个蓝狗他们都很熟，这样子。是。然后我就想这样子，我就点进去，我就有被吓到了一下，因为跟我想象，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既定印象的灰哪里基嘛，吼。是。结果你唱的灰哪里基跟我们既定印象的不太一样。于是我就开始点进专辑，一首一首的，那天晚上全部把歌听完了。对，谢谢。然后就越听越兴奋。有吗？真的，因为这些歌我跟大家说，这些它有好多首是翻唱歌，然后只真的对，然后这8首歌你可能都很熟悉。然后甚至于有一些歌兴奋的就是该啊呢很爽。于是我就立马跟我经纪人说，你能不能找到他是谁的窗口，然后没想到是我的朋友阿哲。对啊，我想说，而且我就想起来我们2个人其实有在高铁站的月台上碰到面。好像有，是不是有？还有亮哥。对，在云林。然后我是跟玛雅姐。对。有。我想说，大人在聊天，我还是默默的在后面等高铁。因为阿哲就直接打给我说：“你不是有拄到？”我说：“那有。”对。对，因为你那时候默默的在旁边呢。对，我默默在旁边。没错，你自己做完这张专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我们做翻唱的主要出发点就是要让听的人听的时候会去想到，这首歌的歌名，大家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有个经典的样子在心里面。那我们要做的用意就是让它有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是不一样的面貌呈现出来，就代表我们有做到这样。
那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说，因为在台语的领域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年轻人听比较没有那么多，对，好像都是平辈或者是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才会去涉猎到或者是接触习惯台语的领域这一块。反而是说现在年轻人有10几20岁的年轻人比较少听。对，那好，那我们那时候做的想法就是说，那我们就挑比较多经典的歌，然后用现在或者是现代版一些，或者是用不同的风格，甚至是不同国家的，应该说不同的世界的音乐对的演绎方式，或者是编曲，放在这些经典的台语歌上面，那个效果会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就是让更年轻的人年轻的朋友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喜欢台语歌？这样。这个是你的 idea 还是制作人，还是你们一起 jam 出来的结果？其实第一个是我先跟公司提，因为之前真的还是有人已经试过，有朋友已经试过，对啊，因为国语也有，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刺激耶，它很容易被挑战。对，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改的跟原本没有差太多，那就失去原本的意义，也等于是说钱白花了，我们这些工都白做了。对，所以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版权嘛，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些歌单列出来之后，第一个要先去问所属的版权公司愿不愿意，就是把这个空间可以让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谈版权费用的问题。OK， 前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我们才可以再来进行改编编曲的制作跟录制的工作。这样，我知道，因为台语歌的版权分散在各处，世界各地，对，很乱，对，因为很多歌是它的原曲是日本，所以它的有一些版权公司是在日本哦，对，很神奇哦。然后我们还真的有之前有去，应该说我们有开几乎是20几首，然后后来才挑出来。我们现在听到这些歌就是有经过这些层层关卡之后。然后本来有一首歌，好像是他的曲的版权公司在日本，然后我们就有去打电话到日本，甚至写那个日文的 email 给日本的版权公司。后来是没有成型的，但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对，我们讲了到这里啊，大家一定觉得我跟你两个人讲的这样很精彩，那音乐到底长什么样子哦？所以我想邀请子胜先推荐一首，我们新歌等一下再来说啦吼。我们先推荐一首里面这些翻唱歌们，你如果直觉让你现在推荐一首，你会想推荐哪一首歌给大家？那刚刚有提到灰哪里基，那我觉得是灰哪里基耶。因为这一首歌是我开的歌单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决定要翻唱哪些歌的时候，都还没有进行前面的关卡之前，我的第一首想要翻唱的歌。为什么？你那时候一定不知道这个也很贵。因为它对，其实每一首歌的价钱都蛮高的，这首歌再高一些些。我刚刚跟大家说一下哈，子胜这8首翻唱的歌曲啊，买下来啊，绝对比找人家写歌还要贵。对，这个可能要请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可能自己制作自己讲，好像那个说服力不是很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找那个我们一般找词曲作者写歌啊，除非是非常红牌，他就有一个他的价钱然后大师，对大师，比如说我们常合作的武雄老师哈，对，他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费用。那不然呢？其实业界大概有一个标准。那我跟子胜不会告诉大家那个标准在哪里啦。但是呢，如果你是买重新翻唱的版权，是那个歌啊的价钱通常大于写一首新歌。对，更何况而且是你说，老师说，更何况它散落在不同的版权公司。那因为各不同的台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版权公司们都没有加入那种类似公共的公播的团体，所以呢，你也可以说每一间花的价小都不能快，对啊，再一送，像有一个头家吼，伊今仔心情好会当5万，明仔载心情歹会先变8万。
真之类的正在一心前后拜，但是呢，有一个年代的歌都在他家手上，对哦，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就是很多的挑战要去完成，没错。就是要去突破。那灰拿里基相对是它也不便宜啦哈，但是可是我知道，我猜相对会比其他某些歌再便宜啦。你说会拿利基吗？对，会拿利基比较贵，比较贵哈。对，这首歌比较贵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嘛不凶，嘿我他的原唱是苏芮，对，对，然后再来是有二姐翻唱嘛，然后也很红，他们两位的版本都很红，那后来当然我们有 OK 有词曲，因为我有跟公司说这首因为是第一首，所以想尽办法，就算价钱高一些也没有关系，对，然后就是有联络上，然后有释出这个版权制作，然后费用都谈拢之后，我们再进行改编的这个作业。对，因为他还要再买重制的费用。对，就是我们主要付的费用。对，所以一次不是只有付词曲钱而已，还要付那个唱片公司重制的费用。应该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制作专辑，专辑的就是专辑的放在专辑里面的费用，还有数位平台的费用，对，还有因为数位平台有很多种，那它又可能因为每一家又不太一样，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价格表，对，然后细项也不同。总之，哥你就想象啊，这一首歌有难讲一首歌有很多亲戚要分钱呐。对，就是很难去有一个归纳，因为每一首歌都不一样。那一首歌的价目表有好几种，对，所以这是非常勇敢的。他这个花下来，我可以做2张。可能不止，这个可能要老师评估这个，因为我自己讲真的。大家不会相信，对，所以我帮他讲，对，谢谢，很需要。对，那一天我就跟你的经纪人阿哲说，够勇敢的恁。我觉得有机会做啦，就是不管是在翻唱的歌曲，还是在新歌的制作，像翻唱我们有8首，那我觉得灰拿里基不好意思，我刚刚有一个那个，现在声音 OK 吗？很好。好像刚刚提到的灰拿里基，我们总共8首的翻唱的歌曲，其实有不同的面貌，没错，去灌溉它，去让它成长出来。对，那其实灰拿里基听起来会有点像是在高山，像是有点像在青藏高原的那一种感觉。对，然后其实当我第一次收到那个编曲，这编曲的时候，改编的编曲了之后，我就觉得我马上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跟你讲，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灰拿里基，不管是苏芮还是江蕙，还是别人翻唱过的都好。但我听到编曲的时候，眼泪掉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灰拿里基，这就是我的灰拿里基的样子。对，完全都还没有配唱，我就听到，我就一直听，然后一直哭，一直听，一直哭。我们在听女生唱灰拿里基的时候，就是女人在说自己。那我们来听李子琛的灰拿里基，是像一个说书人、说故事的人，用不同的角度看着女性们的感觉。谢谢。所以咱先来听下灰拿里基，再过来开讲。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灰拿里基，我相信大家你会说我没有骗你，对不对？就是不一样哦。那个说故事的人在告诉你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而不是女生在说她自己，而且那种世界音乐的风格出现在你面前，你有成功嘞，真的吗？真的，不然我不会迫不及待想要找你。谢谢，我很怕是说好像自己觉得很感动，但是观众或者是听众好像没有我那种感动，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做不够，还是做不好。可是你现在也发行了一小段时间了，应该也有一些回响回来啊，还不错就是以现在我们的观众接受度来讲的话，那像刚刚灰拿里基，其实他一开始前奏有那个中国笛的声音，对，那个也是我自己的乐器，就是我在录音室里面录的。所以你是本科系？我是国乐，就是对吹管类。你就是国乐主修笛子这样。笛子，然后有箫，就是吹管类的乐器，对，就是所有那个笛箫类都需要。对，但我不会唢呐跟笙，
嘿，因为那个是就是另一组，那是对另外一个应该说完全不同的乐器啊。但是它也是吹管组没有错，但我的是笛子跟箫，但笛子也有分很多种。对对对，没错。你有就业吗？用笛子用你的吹管乐器就业吗？我高中毕业就在做那个啦，在做国乐团啊，就是告别式啊。我那天我的学姐才跟我讲一件事，说现在那个告别式男生啊，常常没有人叫，没有人叫，没有就是常常都只找女生比较。对，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是有一点。对，因为我有一个学长，我问他说啊，你怎么都很久没有听你说你去接？他说啊，结果男生的不都用。这个有点迷。对啊，他说那个不太会弹的妹子都比他有 case 做。对，这可以讲吗？可以讲啊，可以讲，这个可以讲。对，这个是礼仪社跟国乐团之间的秘辛。然后妹子不会乐器就唱歌嘛，对不对？对啊，唱不好听也没关系，只要她是妹子。喂，这我们都知道。OK，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播，但就可以说啦，可以说，可以说。而且呢，费用很少，还要填劳报单哦。我那时候是没有劳报我就是直接现拿因为我们都是教场，因为我那时候有点像是打工的性质，就不是说固定在哪一家国乐团跑这样，就是譬如说下个礼拜有哪些乐团团主有敲，然后我们就是时间留下来，然后就去做这样。我以前在念五专的时候啊，我主修大提琴啊，然后我cello， 对我有去带过班呐，然后我就跟那天跟我学长姐说啊，我那时候拿到1000块，对，我也是从1000开始啊。然后他们就说，你知道现在价钱没有好太多对，好像我后来听说以前好像1500、1600都有，听说现在还有更低的，还有更低的有。我的天哪，这个就是有一点，价格就是学价竞争吧，很辛苦。对啊，超辛苦，很辛苦的行业。我大概高中毕业开始做10年，对，就是一直在因为后来除了告别式之外，还有接婚礼啊，或者是乐团的这个春酒尾牙活动，就是乐手的部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吹长笛，或者是中国笛都可以，反正就是吹管类。只要吹得好听。对。所以灰拿里基当中的那把笛子就是你自己？对，我自己吹的。酷，太酷了，太酷了。对，因为其实灰拿里基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一首？就刚刚老师说的，用大家听到的比较多是用女性的角度去出发去诠释。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不管他是男生女生，他同样有女性的细腻感，跟男性的那种魄力跟冲劲的话，如果同时拥有这2样东西，那做出来的东西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很难，或者是说不太可能。可是如果有机会去尝试的话，也许可以在一首歌曲或者是一个作品里面同时听见这2样东西。我觉得那就够了。不管说我们今天听的人主观的感受是好听还是不好听，或者是有没有感动到，那都是主观的感受。但是我想要做到的是细节跟一些敢做的冲动或冲劲，甚至是比较少见的别人比较不愿意去尝试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一张专辑啊，可能不是这些翻唱的歌曲可能不是给当年听这些歌的人听的。可能是给后来听台语歌的人听的。是，对，而且是可能是因为这些你挑的这些歌全部都是我们应该叫做主流台语歌。是，但是你把它做成了非主流台语歌的样子。对，但是当然李子深的咬字刚刚已经听到了，他的咬字是没有那个，因为非主流台语歌常被人家碎念的，就是咬字就是有违和感的。但是子深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个也那时候在录音室也雕了很久啊，也雕了很久呀。对，雕了很久。我们甚至譬如说还有一首歌是《口海路行流》，对，
我们有翻唱，然后我们因为它的版本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每个版本的它的咬字的速度或者是语气都不太一样，没错。然后我们就去求证那个黄俊雄老师的女儿凤仪。对，就是请哲哥直接问姐姐说，那这一句话到底要怎么念、怎么唱，才是以原唱的这个他做的方式下去做，这样，因为真的太多人了，太多人唱，那每个人的 quick call 不一样，对，那我们会去忠于说原唱的他的原本的样子的诠释要怎么去处理。这一首歌的编曲啊，超精彩，真的超精彩，像动漫一样。对，我告诉你哦，12月30号的时候，我在北流做一个表演，然后我就在北流的后台啊，放给大家听。哇，好害羞哦！然后就一群人就围过来，嘿下，我跟你讲，你绝对想不到下。那个前奏一下，我说你们一定不会猜得到是什么。对，不知道什么歌。听完就同时大家说：“这下跟你现在传来。”真的吗？对，谢谢。我讲这是我的新发现。新发现。对，然后连陈明章老师在远远的说：“这里有厉害，这下。”真的吗？真的，所以那一天我后面就帮你圈了好几个粉。哇，刚下。对，而且你挑这些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在挑的时候，你会锁定某一个角度吗？就是应该说第一点是自己自身对台语歌的认识，我觉得我还是很浅的，还是很浅。只是说在有听过的台语歌，或者是传唱的程度，或者是比如说我也会问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比如说问我妈妈，还是问朋友的妈妈，还是我们在节目上会遇到的一些前辈啊，就是说，那以他们的年代，哪一些歌是非常非常的红极一时，红遍大街小巷的那一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后我就会去做一些收集吧，资料说，那大概这段时间1-2个月问下来有哪些歌，然后再好听完之后，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哪些歌，或者是对哪些歌比较有感觉，然后再丢，然后丢完之后譬如说整理完30首好了，好开始问一家一家问版权愿不愿意释出，然后费用多少，然后最后再筛选出来我们现在听到的8首歌曲。是当中有一首歌我今天不会播，但是我想请大家自己去网络上去看 MV， 就是你就啉奶你就啉奶。各位你那是将会的歌呗，你去听你就啉奶，然后你自己，因为我都说每一个听台语歌的人心中都有一首将会的歌啦，不管你是哪一个世代的人，真的。那你一定要去听一下原版的你就啉奶，然后再听一下子森看一下他这个 MV， 听一下一这你就啉奶这条歌，你会惊到。会惊到吼，你会惊到，对，你跟他听的前奏，你就惊到啊！我那天在后台也放了这首歌给大家听，真的吗？冰冰冰冰，对，就是很酷，完全超越了你对于这一首歌的想象。这一首我们是走一个日系摇滚，其实光是听他的音乐，我们自己的脑袋会想到很多，因为在日本的摇滚，他们是很视觉系的，对。就他们会把造型弄得非常非常夸张，戴面具也好，戴假发也好，还是什么，还是甚至他整个人都可以穿一个很拟真的布偶在弹奏或者是唱歌，就是很视觉系的夸张，然后这样在编曲上就是用这个方向去操作。好，但是我要回来讲一下《口海路行龙》，你刚刚提到这首歌，这中爱播的戏文是像特地下来。这个我们是后来请专业老师去帮我们填写，以及那个叫口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会讲台语的人就念得出来，对，没错，对，然后就后来说哇，老师，因为这个是制作人的想法，他说我们既然要做口海路行流，那我们就是因为大家会知道口海路行流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布袋戏角色，对不起，然后在这个。因为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布袋戏以前
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对，或者是为什么它的影响这么大，甚至到现在很多的中年以上的朋友都还是非常迷恋，很喜欢布袋戏这一块。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的口海路线，把它做的很极致化的话，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放在里面。这个等一下我就要给大家听这首歌哦，非常的精彩，从头到尾就是一部戏啊，很像在看一部电影。对，然后超舞台剧的啦。OK， 然后大家如果你有时间哈，你有机会看一下《口海路行龙》的歌词啊，你会发现当中有一些有趣的奥妙。那个是少数台语歌在早期的时候已经有女性主义的歌了。对，伊讲无爱交男主，只爱女朋友。对，偷亚高男主，欢迎女朋友。那时候已经就是出柜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反正我就是没人要吧，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很 man， 他很英雄气概。我们曾经以前做过一个节目，然后访问黄俊雄老师哈。哦，我们有问他这一题，说他为什么？他说他以前在江湖流浪的时候啊，认识很多很有能力的姐姐。然后那些姐姐们，因为她们太有能力了，其实男人是不想接近他们的。对，然后久了，他也觉得没有关系，然后觉得跟女生相处、跟女生在一起很好啊。一共的形容词叫做很干净。哦，很干净是不是？对，单纯。OK， 我觉得 clean 对。所以我们来听这首超级等一下，如果不告诉你，你就会想说，干不起这干不起口海路行龙哦，听看看，然后我们再来跟子申聊天。好。好，其实我对口海女神龙是非常有感觉的，因为我也另外帮黄飞啦，黄飞制作过，飞姐十几年前也制作过一个版本这样子。哦，对，那时候是让他唱有点 slow swing 的感觉。slow swing 啊，但依然没有，就是不离他原本的素材太远。是，但你这个是整个跳开来，就超动漫的，真的。谢谢。我们回来聊一下，为什么你也选择唱台语歌，好不好？台语歌这个渊源是因为我第一首应该说第一张发的个人专辑是国语，那当然我因为受到很多的应该说台语的熏陶，是哪一个？熏陶，对不起，熏陶。对，那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都是在台语都是非常厉害的前辈歌手，比如说菲姐、玛雅姐、瑞霞姐、亮哥都是，然后再加上这一两年来，我们在节目上的曝光，就是在冰冰秀上面的一些关注吧，对，就是我们的观众都蛮喜欢。我们在节目上唱台语的感觉，或者是他们觉得说，少年年轻人来唱台语歌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本来唱台语歌比较不会走应该说传统的那个概念。哦，你本来不是那样唱就对。对，我本来不是很，因为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你就是要正台语，你就是要完全唱的非常的传统，才有那个 quick call。那如果我变成说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唱的话，可能一开始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是讲不出一个很确定的感觉，但是这个东西是还不错的东西。那后来在节目上一直慢慢的去训练吧，或者是去唱很多台语的歌。然后他发现说，哇，台语歌原来这么难唱，或者是它里面的含义原来这么的深，就是其实它的故事性或者是画面性都，我觉得还蛮浓厚的，可以去做更多的尝试跟挑战。当中还有一首歌我也很推哈，是各位听台语歌的人，你可能印象很深，就是好了家你错红雷考对不起，抓金后啦，不是红雷考啦。对了，笑死！我听到红雷考的时候，我也有露出了美好的微笑，因为红雷考是萧福德写的歌，然后编曲是我跟他一起编。哇哦，对，所以我也有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天哪，感觉我们好像一
一起在制作这些歌曲哦，好荣幸哦！就是在20年以后，将近20年以后，重新一个版本，然后让人听得很开心。可是我要问你说，在今后那个和声也是你自己吗？你说中间那个吗？中间那些 do be 的那些是你吗？不是，那个是请和声老师帮我们唱的。对对对，因为听起来声音跟你好像。真的吗？嗯，很荣幸。对，那个是文德老师。哦，谢文德老师。对对对对对对对。OK， 那个在今后这首歌啊，大家你会听成你会真的是觉得那种美丽的巴萨诺瓦，你知道吗？这个是转今后吗？这个是吗？怎么刚好跟我想的完全180度翻转？没错，所以这张专辑很推哦。对，而且转今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如果我们今天把这首歌放在咖啡厅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比较可以喝下午茶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会，然后也许外国人听他可能听不懂歌词在说什么，在唱什么，但他会觉得这个编曲跟我们在制作的这些方式，他会接受度会不一样。原来的版本是很浓烈啦，就是很生气这样子，就是啪撒出来这样子。现在这个版本是慢慢说啦。对，就是对啦，我也很难过，不过爸爸那讲给你听那个，甚至有点自己被在苦中作乐吧。对，就是原本的版本是妹子啊，妹子的心情啊，这个比较像是成熟人的感觉啦，释怀度比较高。对，就不然怎么办？好了，算了，比较是这种刷题啊。你未来会开始下一张，也许会自己创作多一点歌吗？会哈，因为其实我本来在新的一年的计划就是说，不管是要怎么写。因为我自己是对曲跟编曲比较有兴趣就是我喜欢在旋律上或者是编曲上，用不同的尝试，然后去撞出不一样的东西。对，我觉得因为一首歌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诠释，那因为我应该说比较叛逆一点，说我就是想要有自己的诠释的样子。没关系啊，歌词交给别人啊。对，想说这个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就是会去学一些在词上面的造诣啊，或者是词汇啊这些。只是说，我觉得还是没有像对曲这么的有信心。我明白，没关系。那时间慢慢会有不一样的思维，这样子。对，这一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有2首歌是全新的歌曲。对，全新制作的歌曲。对，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是邀请到了萧煌奇老师、荒山亮老师，还有吴雄老师，帮我们制作了2首歌曲。那萧煌奇老师跟吴雄老师帮我们黄奇老师是曲，跟词是吴雄老师的这一首新歌《心瓜》，就是心脏的心，爱情的心。那只是说这一首歌我们是在做一个这张专辑的集合吧。就是说我们翻唱这么多的歌曲的目的，或者是心情，或者是过程，或者是一些感想，会放在新歌里面。那另外一首是亮哥帮我们词曲都是亮哥写的，叫做秋水忘川。秋水忘川。那他其实录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他的歌词不多，然后也是节奏也是慢的，就是非常慢的，但是是很灵魂的，非常瘦的，要释放出很多的自己，也有可能是我在录的当下啦，有可能是自己不愿意去揭开的那一面，要去揭开那一面，才可以把这一首歌唱出来，他的东西。才有办法发挥出来。我自己在录的当下的感觉是这样。对，那中间有一段是那个萧的 solo， 也是我吹的。对，然后那时候在谢谢。其实那时候录的时候，亮哥给我们的意见是他其实蛮应该说他本身的个性就很自由。对，他是一个我觉得啦，我自己感觉是自由奔放，
然后洒脱的一位音乐家，对，完全不为过。只是就是说，第一次跟亮哥合作，我说哇，亮哥会怎么样跟我讲，还是怎么样？他说好，先唱啊，然后听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就短短的，讲几句啊，讲几个地方，然后再让我自己去，因为他可能也知道说我可以操控的范围在哪边，他就说他就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那其实我们进录音室2次就完成了这首歌。所以跟大家今天在线上和李子森聊天，而且我让你前面听了2首精彩的翻唱歌，我干嘛叫你找武雄老师他们写新歌，这个概念不错呢。就是我们在制作专辑的这个，应该说遇到的挑战很多，然后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张专辑，或者是为什么要做翻唱这件事情，就是翻唱每一个人心中的一首歌。对对，然后说，那会不会有一首歌，只要有一首就好了，唱到你的心里，打到你的心里，就代表我们有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就够了，不需要全部。我相信，听典型台语歌的朋友啊，对于你这一张专辑，应该也会是有接受度的。谢谢，我相信，我等着来看他们的粉丝页的讨论。好啊，好啊，好啊，对，很期待。那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节目最后这2首新歌，你要挑哪一首给大家听？我想要挑《秋水望穿》，秋水猛穿。这很内心戏的一首歌，非常很灵魂深处了。没错。然后他很故意把这2首新歌放在后面的地方然后我听着听着，我那时候听着，我想，这2条歌我哪没听过？那我可能是我之前没有听过吗？是哪一首翻唱？对，我就一直想，那我可怜有我不知道的那熟悉的这种很熟的台语歌，不可能啊！听来听去，然后后来我就忍不住点进去看，靠腰是全新制作，对，我真的想很久，好笑哦！我想很久，难道我醉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对，好，原来我被糊弄了。很有趣。对，好，专辑名称跟我们再说一下，叫歌声。这是声唱歌的歌，跟李子森的声，李子森的声。我很开心访问到你，谢谢老师，我很荣幸。然后很开心有一张这样子的台语专辑出现，然后结合了典型与非典型的融合。是，我先预言一下，看会不会成谶哈。我觉得你一定会入围金曲奖。预言吗？对，哇哦，我预言，我先预言，对，而且我可以，会不会得奖我没办法预言哈，那个我没办法，但我认为那也够了啦，我预言你会入围，好，我预言你和陈竹生和邵大伦都会入围。OK， 对，好，看我到时候准不准哈。好，对，但我觉得你一定会入围。那我们的入围这个筹码是要吃什么吗？好，我输了随便你看，要吃什么都可以啦。如果你预言中了，那我吃什么你也随便我嘛，好不好？对啊，我也要给我们请哦，这样。好，我们2个人的陪同就是我们的经纪人啊，这样好不好？好，那没问题，没问题。再请老师来一起吃饭也都可以，没问题。应该，对啊，我们这些合作老师。俊杰老师应该都很对啊，熟了吧？蛮熟的啊。我跟亮哥就像兄弟一样，真的，没错。对，那天在高铁上碰到，说那个老师们的相见欢，我们的小朋友还是去旁边乖乖看车来了没？麦安没提醒一下说，老师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上车喽。别这样，谢谢。然后我要祝福你这张专辑，让很多人讨论，很多人注意。OK， 谢谢老师。然后大家一定要支持因为你的支持，它依然很难回本。谢谢。这个就对啊，这个真的是只有自己才知道啊。真的，我真的要跟大家说，李子森的这张专辑啊，我们现在的制作啊，大概可以做3张了。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以一般的，就是普通的
标准规格，对，差不多嘛，对不对？差不多。所以在这一个时代，有人砸了这么多的钱，除了浪漫以外，大概就是有一点理想吧。情怀，真正的是情怀。你会办演唱会吗？我在22年的时候已经办了2场个人演唱会，一场在台北，一场在高雄。那23年的话，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办了2场的心得是，当然很开心很爽，但真的好累，真的很累，超级累，非常累。我今天不得去别人的演唱会做来宾啊，那也要有人邀我们啊。那我们就来拱人家开演唱会，比如说荒山亮啊，很久没开啦，哎呦，好像可以，对不对？他很久没有开，他这样对不起他的听众啊，对不对？像菲姐啊，菲姐也很久没有高雄巨蛋开一场，对啊，他们大家都已经对啊，菲姐很懒啊。我跟你讲，菲姐她就是，我自己认识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她就说板料阿伯郎被来垮被来弄，她说没，我们就一直讲说我们身旁所有的人，公司也好，朋友也好，说没你板丢怎么样，一定够，一定怎么样。然后就算没有话，我们也会一直去很努力的帮他去成就这件事情。他是很可爱，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唱的歌就好了，你这样就够了。他好像其他事情不用担心。他好像10月还11月的时候，就2022年的时候，然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说安诺好，我以为他又要问我 key 的问题，因为每次打给我都是要问我哪一首歌，他要唱什么 key 啊，每次都是这样。但他那天不是说，今天的表演你哪没来？他在台南跟陈明章老师他们。是。我讲，因为我伫台北做别场啊，安诺好。我想讲，已经几啊场都没看到你啊，你跟老师跟我冤家。好可爱哦！我讲无啦，我去做别场啦。安怎晓？足久无你弹琴，足少年的。我跟你讲，他这个就是姐姐妈妈的这种关心，真的就是很长。他对周遭的亲人那是没话讲，但只是工作上的同事跟朋友的话，他甚至连这些细节都会注意到。你讲的这些，我也是心有戚戚焉。然后他有时候会问公司说，问哲哥说子琛最近好吗？他有没有工作啊什么的？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在节目上曝光度这么高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一直关心我们。他就是很亲，一个是好姐姐啦。对啊，就像姐姐一样，就像妈妈一样，那种长姐如母的感觉。所以他那天打来，我还以为他要干嘛，一接起来就说：“那你被问对调过来 key 啊？”不是，不是啦。哎呦，就我无看你在创啥物？伊讲为什么你今天无来 ？OK， 我哄叫去做别场了。对，超可爱。OK， 我很开心，就听到子琛的歌，然后大家都去听听看。谢谢老师，然后祝福子琛，然后祝福大家，也祝你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老师新年快乐。最后听的这一首歌，歌名再讲一遍，秋水望穿。好哦，下一张专辑莫个开遐尼济钱啊嘿。不知道很难讲较欠的，发疯了，就甚至砸了比世上还多。较欠的，我自己写较济，较欠的。对啦，也是。较欠的，做唱片无简单，要欠几本。该去借没有啦。这是一定加减爱借的啦，哎呦，就是马库的手段。歌手可怜自己唔敢拍摄讲讲这个代志，所以我们正好懂，我们主持人就赶快帮歌手讲这件事。谢谢，因为这个自己讲的没有人会相信。各位，这不是100、200的代志，这是400、500以上的代志。我们目前大概是7啦，7。所以较欠的，对，较欠的，有啊，已经开始准备为发行这张专辑付出惨痛的代价不是，就是就是结缘开流结缘。但是他会带这张专辑，一定会带你走向一些你不可思议、想象不到的地方呢。真的吗？我相信。我自己不敢想。我相信，我那天还跟你经纪人说，赶快来帮他推，也许去参加音乐季，跟某一些团 feat 啊。他还说那有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这种很适合啦，可以。如果是像李九林来这种，可能有机会可以 feat 啊。
包括那个十斤后都可以 fit 啊。那就要看这些前辈有没有机会。我觉得留上心就会有机会，真的，因为是适合的。是，没关系， OK 我们大家一起留上心吧。好，对 OK， 很，OK，期待，祝福你。谢谢老师，谢谢那金老师。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喽。好，谢谢大家，我是李子珍，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